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今日有请到太飞地图共同关心讨论话题哦，是去年呢苗栗县政府然后仲係中国引进所谓中华绒螯蟹，也就讲大闸蟹、太甲蟹呢引进苗栗县来养殖吼，希望呢透过一种跨海嘅产学嘅合作。本苗栗县变做係學太甲蟹嘅養殖體驗啦，吼！啊，因為苗栗縣政府帶頭嘅鼓勵呢，故說苗栗縣嘅太甲蟹嘅養殖戶呢，從30人戶變到嚟下有103戶嘅，吼！主要苗栗縣政府係希望講到鼓勵鄉親到咧休耕嘅農田哦，來學了太甲蟹，所以增加種農村嘅新嘅經濟來源，同時提升了農產品嘅種嘅價值啦，吼！也看到出來。太甲蟹目前都台灣一年產出差唔多9億元咁多吼，故說苗栗縣鄉親都政府鼓勵之下呢，因為一下增加3批嘅養殖戶咁多啦吼。唔過也有人受理哦，係咪種外來種嘅吼，都係佢唔係台灣原生嘅嘛吼。但外來種嘅太甲蟹呢，會造成台灣嘅生態影響。比如話從民國71年到75年嘅時間，嗰陣時復甦了吼，危害最嚴重嘅時間。但像係呢個農田是有17萬人公頃吼，受到影響。米嘅損失吼是差唔多有11億台幣咁多吼，都見30年過去咧，農委會一年下發1.3億嘅仲係復甦來防治預算啦吼，所以看起來呢都係利下度，也係弊下度吼，都呢種嘅環保界啦，然後養殖界有深度嘅討論啦吼。像今日呢，呢節目一邊來討論，馬上面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呢提案嘅那種嘅唔好來那種嘅學那種嘅太甲蟹嘅呢位吼，許委員許呢位吼。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日來賓係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嘅榮譽理事長，同時也係台灣大學自然生態資源和農學院教授楊世平楊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各位聽眾，大家好。稍等為您收嘅係苗栗縣政府農業局嘅副局長林澄清林副局長處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再來係你苗栗縣嘅太甲蟹養殖發展協會嘅總幹事葉雲清葉總幹事，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好，其實你講到種嘅外來種對台灣嘅環境影響係非常非常大啦嚇。禮拜所引發大家討論嘅係中華絨螯蟹嚇，而係從中國引進台灣嘅啦嚇，所以講嘅原生嘅故鄉並唔係到台灣，所以係種外來種。那台灣原來實體嘅外來種呢，你就看到係像大家熟悉像天意名復甦路啦，甚至大家從頭看到像布袋蓮等等嚇，就紅火葉啦，個透過你種果汁梨嚇，中國就是金橋梨鳳嘅中國梨木絲等等十個項嚇，而其實對台灣嘅唔單止係造成經濟嘅損失、生態破壞，而甚至係有病症嘅傳染啦嚇，像係外來嘅埃及斑紋就傳染登革熱嘛嚇，所以外來種嘅影響係非常大嘅嚇。你成日看睇新聞影片，都你苗栗縣境內呢，呢班鄉親對呢班嘅縣政府鼓勵帶動嚟學嚟種嘅太甲蟹，佢哋嘅想法、看法，係個實際現場樣板型咧，先去了解下。大蟹當到講，看到搭走上到看水，這按到要拉蛇嘅，你辛苦你嘛。睇比同青年說呢，前種喺太湖上嗰次地圖下嘅風景，佢係分享他喺苗栗學毛蟹5年呢。一開始喺邊度愛識興趣長學嘅，唔過學嘅以後長啲啊，學毛蟹冇按改。種嘅談到老人家講，哎呀，毛蟹當簡單啦，用個青菜學做為啥？確實不來，全部用有機嘅，古說人哋學嘅存活率講真嘅啦，下巴冇到量上，冇到下巴上人嘅量上點點，嚇，因為本來講縣政府係冇補助。好，我可能係去年我都冇去嘅。去年台灣在國開放大陸毛蟹進口，在海關嘅統計，去年毛蟹進口量就已經超過1萬個斤。看住嚟毛蟹收費上機，苗栗縣政府對去年開始對大陸引進毛蟹嘅養嘅韓國養殖嘅技術，希望做啲帶動農村嘅經濟。你還都要想講哈，你打造一個你講嘅大閘蟹村，因為以前就野間到家你講嘅做嘅真是都係有機嘅。做唔起來啦，看到了毛蟹吼，他一擺就
伊则个商机啦。还尼讲，希望讲安尼泰家人吼，对安尼个农民啊吼，去添数啦。安尼希望讲，还有上个长远做得留到安尼存放，做得拿安尼个存放的添数。还把那个经济作为起步安尼。也下喺苗栗县畜牧海人家对去年的34户增加到78户，成长的一批人嘛育出来9.6量的好成绩。不过其他农民还个生态复杂不少，佢要造成咱个一摆的生态危机。福寿梨要接来时嘛，讲伊说经济价值真悬，袂用的时阵则放大开楼，楼到即嘛台湾全省，你看台湾全省福寿梨为什么到即嘛无法度通根治，不能根治？永远做就没有办法根治。农民上痛苦的代志，就是第一点，就是这福寿梨的问题。下摆买个第二摆福寿梨啊。畜牧海究竟是改变农村经济的经济嘛，还是破坏农村生态的外来杀手呢？畜牧海的后背係咪真正變成河面土的危機？新闻样片底部位都看到你而家線上嘅用出嘅片頭啦，哈，你下學睇睇有學技法嘅，啊學成功。是找做學生纠正。我要學大闸蟹哦，魔海哦，學4、5年的啦。去年政府忙有輔導來學之前呢，差不多當年就1上左右的啦。學是這樣，因為找對。1上左右啊，學有2上啊，就沒了錢，就有錢賺啦。因為佢實在冇人學，因為佢人人動到吼，佢希望要當係咩？很冇當清楚佢怎麼會死嘛，所以我哋就去年縣政府有輔導以後呢，就上愛學緊研思考啦嚇，一茫茫嘅，就講所謂海洋太學嘅嚟要嚟同我哋指導講我哋按樣嚟學，按樣嚟生態養殖，按樣嚟預防樣嚟高溫啊、大溫一度，讓我哋做水質的管理啊，全部都要同我哋講。所以我哋去年呢，有動態進步，學到差不多3上左右嘅。好，那我想請教一下林副座，就是說，那苗栗縣政府必然是看到了這個商機嘛，哈，假設這個根據這個推估的話，是1年有9億，目前看是有9億的產值。那苗栗縣想要變成一個大闸蟹的養殖大縣，那你們現在目前看起來對這個願景有信心嗎？應該是蠻有信心的，而且是漸漸的，我們的一步一腳印的做下來之後，我們蠻扎實的把整個技術輔導過程，以及到整個一個推廣的面積來講，我們是絕對有信心。那其實我也知道，全台灣各地哦，不是只有苗栗在養。那當然苗栗是由縣政府帶頭，比較有系統來做。你們選了2個示範點。就是譬如說苑里跟頭屋這2個點選點意義在哪裡？是這樣子，我們整個大闸蟹的養殖是屬於全苗栗縣18個鄉鎮都在養。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那2個點是屬於稻蟹共生池，那個是屬於一個示範點。所以示範點就是等於說稻蟹共生這個部分呢，在大陸也是新興的一個，它才剛試驗成功的一個養殖技術。它目前是在遼寧省的盤山縣那邊有在2007年它才試驗成功。那這個部分是因為我們透過上海大學那邊教授他們的引介，說這個部分呢，我們的水稻田裡面除了我們的水稻的主要種植之外呢，是不是在增加其他我們農民的一個收入？養殖大蟹是不是可行？那經過我們介紹給農民之後，他們覺得試看看。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今年就是拿了2個點，一個在我們苗栗縣的頭屋鄉，那一個在我們苗栗縣的苑里鎮，這2個點來做示範。如果能夠示範成功，今年的一起做能夠收成起來之後呢，我強調一點就是稻作的面積，稻作的收成量不減少的情形之下呢，我們明年再來推廣這個整個一個稻蟹共生計劃。當然這個計劃有一些，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那個稻子要採收的時候怎麼辦？先把螃蟹趕到旁邊去嗎？對，這個部分可能我們旁邊有一個蟹溝池了哈，那個旁邊有一個池塘，兩個苑里的跟頭屋的這邊的它的結構不一樣，一個是回字形的，那另外苑里那邊是一邊是池塘，一邊是稻田，那中間有個阻隔，有個日字形的。對，那如果說在收割的時候呢，我們把水放乾，水池塘那邊有水的話，螃蟹自然就下去了，我們這邊就直接收割了。可是這個部分我剛剛強調一點，這個
在东北那个区块，它只有一期做而已，一年才种1期稻子，而我们台湾是2期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试办的一个阶段。好，台湾人嘅林夫局长讲到个稻蟹共生的模式啦，喺都中国辽宁省所推行嘅，因为讲係盘山模式。不过我哋4月份嘅時間，呢個邱委員才女有18個立委提案來阻擋苗栗縣政府想嘅稻蟹共生嘅方式哈。現在你哋有冇同樣嘅想法？你哋看到嘅危機係乜嘢呢？我哋唔係講反對經濟嘅發展，而應該嚟討論呢講生態保護嘅方式咯，用嘅都最好嘅方式哦。嗰隻我哋嘅提案裏邊有2點嘛，嗬。第一點就講應該咧先做考慮一下有乜嘅其他配套啦，嗬。對我哋嘅養殖戶啊，嗬，有一啲輔導嗬，等於人哋對嘅生態保護啊有各項嘅方法。第二點咯。我嚟種啊，喺台灣，聽到人哋主持人有講過嘛，不管係復蘇羅啦，嘅葡萄園啊，有啲全部都係一啲問題嘛。假使係人哋冇辦法嚟防止呀，大閘蟹嚟佢不斷地蔓延去嗬，可能將來啦，台灣嘅生態危機啦都相當大嚇。嗰啲看而家哦，德國叫1912年都見㗎。差唔多30-40年左右啊，到1950年起啊，嘅歐洲全部都有咁嘅問題啊。歐洲特別德國啦，佢為嘅修復有嘅像河壩啦、嘅壩堤啦、堤防啦、嘅水利工程啦，至少花費將近有1000萬歐元，相當多嘅經費嘅損失啦，可以看得出來也太大閘蟹啦，其實佢嘅攻擊性相當強，佢嘅會鑽坑，會鑽坑，又會龜會白，佢嘅攀爬力也相當強，所以那個要看防治也有啲大問題，所以你可以看到1970年起美國嘅總部都五台湖區愛麗湖都發現到有咁嘅大閘蟹，而家1992年起喺舊金山也看到，所以而家包括市場呀。最重要是講，唔係我哋而家像苗栗一樣用苗嘅寫苗嘅引進來。你講睇菜體我相信台灣呢個養殖嘅技術應該相當好，將來應該相當好嘅發展。不過喺個就冇辦法控制佢嘅山嘅量，佢嘅量一隻可以差唔多90萬到100萬咯。一隻都可以可以生出來90萬到100萬粒嘅卵，呢個就冇辦法嘅控制下來卵嘅量氣將來因為我哋嗰度颱風嘛，要睇水嘛，將來也將喺生態嘅威脅相當大啦。嚟看一下世界各國對一種太甲蟹嘅態度係樣板型所以看到係像那種美國嘅發起到1960年開始發現美國態度看到一隻是吃一隻該到歐洲嘅時間呢，經常5Q 同上時所以是有壓艙水來選有壓艙水，該壓艙水裡面是有種你雙塊嗰片嘅種太甲蟹仔是做過去嘅，8公年來都束手無策像因看到德國嘅經濟損失有按台8000萬歐元，睇啲30億台幣按多再嚟看日本嗰塊也限制進口，我實做得。煮熟、烚熟的進口到日本，但是生的做唔得，所以看到歐美國家對太甲蟹嘅態度係非常嘅反感，甚至係相對比較保守的。可是我們對照到我們剛剛苗栗縣政府這種比較是主動鼓勵的部分，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不知道楊博士，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中國的稻蟹共生，它是一個成功 case，沒有錯。但是呢，它的蟹寮蟹，是當地的原生種。如果苗栗縣政府它有很大的魄力，為農民要爭取福利的話呢，如果今天是養台灣的這個台灣毛蟹，或者是現在所說的日本絨螯蟹都可以，那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呢，目前的話呢，它引進的是百大之二，而且呢，剛才那個邱委員已經提到了，這個螃蟹。你說荷蘭，你一直到德國，甚至到丹麥，它已經都滿年開了。德國在處理提防的技術會比台灣差嗎？我們會花那麼多錢嗎？不可能嘛。所以日本，你如果到日本一進關的地方有一個禁止攜帶活的毛蟹，在美國它也是禁止的，因為雖然說它5大湖都有，
它也禁卖，但是呢，唐人街会偷偷在卖，没有做了，它还是不准进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政策的决定，因为坦白说，我自己是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啊，然后我自己又是农委会的野生动物咨询小组。这个也都没有在里面讨论过。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只是苗栗县政府带头做，其实中央的渔业署本身它也通过可以进口。所以这个政策的讨论，为什么渔业署跟农委会负责保育的没有坐下来谈？这世界100大各国都要防止它进来的，怎么还政策上做决定？我是觉得政府这个决策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还是因为欧美国家他们不吃大闸蟹，所以他们就觉得把它列为100恶之首。因为我们吃的话，就觉得是100大美味之首。也不是这样子讲了啊，也不是这样子讲了。你说他们不吃吗？有一部分也吃螃蟹，怎么不吃呢？刚才像高用叶准官司说讲，你头讲的哈，10只畜上有1只。2只3只是轻了不起哈，看起来太甲派无按改修啊哈，但是你看到都欧洲哈，都美国嘅样向非常非常大，甚至你经历德国以后，大闸蟹变成是德国唯一的一个淡水域还存在的蟹种，所以这变成说太甲后来碾猜德国其他后巴度的哈，中华水枪枪哎，变成其他第1名。但是你的看到的所修的大闸蟹又好像很娇弱，都难修哦。因为用这散水按胎给检查咯。对，因为要大闸蟹的习性啊，哈，可能各位委员可能委员同杨老师哦，可能要研究一下啦，就讲，其多在台湾的河系来讲的话，哈，大闸蟹其东岛的地方一天大河、太河坝、东太河坝环流水的地方，就会大量的繁殖，在河口大量的繁殖。莱茵河过去都温带的国家，也算亚热带国家哈。其实差别青苔这个中国啦吼，要大闸蟹青岛啦，应该比欧洲要还较多啦。其中嘛无泛滥吼，那因为也迄只做到时刻的问题。有种嘛，亚洲人喜欢吃大闸蟹。讲真嘅，台湾要香港，台湾从91年进口到96年几100吨，一年就是300人吨，300人吨几多涨了，几100万只哦，进口哦，有合法的进口就几100万只哦。到台湾又流到河坝班长无，啊，就是咧行较大，特别丢包啊，叫做就是丢包，丢啊叫做做海陆行业或者做，其中啊无到台湾泛滥，台湾到河坝地方饲只大闸蟹无按改啊，挨到去年同个匈牙利的只叫做专门做母海嘅进口商啊吼，伊咧签就讲有办法去做个无吼，伊讲加澳大利匈牙利存1张农移民做咧做大闸蟹呢。外人全部做唔得，所以其實做乜泛濫，我做乜嘅叫我耐住走，天條無天地，天條無人去作起來安樣，所以我因為講要兩種喺無共樣，你國情嘅就全部都無共樣，做唔得講用安樣來比較。看一下啦，哈，到底呢個大閘蟹吼，其實都叫做用出嘅經濟有幾高，所以看到係目前那種嘅漁業署的資料，就看到係台灣水產嘅產出比較地位度，體面嘅係鰻魚吼，一年有差不多89億，總共91億人度啦哈。大閘蟹他們一共9億人、7億人度，差不多係產出最高嘅鰻魚嘅19億人度，所以看到其實大閘蟹有後來居上的趨勢啊，這也是為什麼苗栗縣政府要帶頭來幫助這個鄉親哦，增加這農村的這個產值收益啊。那林副，您對於剛剛這兩位，是我大概提出說明一下哈。中華大閘蟹、中華龍螯蟹跟日本龍螯蟹，它的分布地理位置剛好是很多是重疊的。也就等於說，我們今天在推廣整個大蟹養殖，其實不是只有針對中華龍螯蟹，針對台灣的日本龍螯蟹，我們也在推廣。也就等於說，我們是推廣河蟹養殖。河蟹，我強調的是河蟹養殖。那為什麼我們的日本龍螯蟹、台灣的本土蟹為什麼沒有推廣呢？目前蟹種來源沒有，完全沒有。那整個日本龍螯蟹跟中華龍螯蟹，老師跟委員他們所擔心的一個區塊就是生態破壞。這是我跟各位報告哦，據我所得到的所有的書面資料，大陸那邊，因為台灣這邊的研究報告不多，說實話不多。它這兩隻螃蟹，其實它整個生態啦、生理環境，通通是一樣的。它必須降到河口去，有鹹水，
它跟淡水的那个河口地方才能产卵，不像福寿螺，它在田间里面只要有水，它一年可以产4、5次卵，每一次卵大概500、600颗，甚至上千颗。那大闸蟹它一年只产1次，它一辈子就它一辈子就生2年的一个周期，2年产完就死掉了。所以它还要降河到河口，产完卵之后呢，它行浮游动物完之后，到达幼蟹之后再溯河而上。所以为什么那台湾？林副，我想请教说，那苗栗县显然是没有打算让这些大闸蟹到河口去产卵再回来嘛？那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跟中国进口蟹苗？你那个主任讲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要推那个稻田养蟹？稻田养蟹我们要用的是属于大眼幼体的一个蟹苗，它是比较小的蟹苗。其实我们县政府立场是，苗栗县希望把大闸蟹能够完全养殖，从我们这一端的扣蟹养。到目前我们就推到斗蟹养，在未来我们是要推到整个一个从产卵开始，对，孵化，这个人工繁殖，这整个区块如果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台湾的日本龙螯蟹也是一个帮忙。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大概10多岁的时候，我阿公他们都会去河田里面抓很多的日本龙螯蟹，就是台湾毛蟹很多。那我请问各位，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河川几乎看不到台湾本土的日本龙螯蟹，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据我的了解，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就我们人为的污染是造成整个生态环境最大的破坏的最大的一个因素。那当然，我也有提到了，不管是老师提到的那个福寿螺，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环境污染。那当然，我们还是尊重这整个环境污染的这个区块。好，我想了解林副。即个初中期嘅讲法，唔过谈一班也喺苗栗县养殖府吼，其实新闻都后来仲系摸海有乜嘅想法咧？我种田的用，从细种到大，种到也50多岁吼，上到生意耕田啊，难落实啦。因做这样啊，像亚拜县政府有嘛要按合纪律不要得我说就摸海，他们要赚钱嘛，呀，太溜嘅有嘛，摸海有。那个很多禁药，你又唔敢食，所以佢规矩去加药。他做退休嘛，就应该去兴趣啦，4年的时间很务农，还想要回忆幼时的生活。苗栗县山区多咩，收工嘅田也多，亦都变做讲老爷因咧收工嘅田，嚟专作嚟。用要大闸蟹。好，很多的乡亲都提到说，其实它对农村的这个萧条的经济有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啦。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杨老师有什么样看法？如果是养台湾的毛蟹，坦白讲，我是100%赞成了，没有错。现在是因为没有那个苗，是没有错，所以这个是应该渔业署。他准他进来，他应该要去努力这一块了。但是呢，我站在学术的角度，我站在生态保育的角度，我必须要这样子讲。我宁愿当一只乌鸦，但是我先把话讲在前面。万一有一天竞争取代现象发生了，台湾毛蟹不见了。那最近几年，你说那个毛蟹出去，它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吗？才怪嘞！那你要怎么防？那个 IUC 里面也有提到，用电网都防不了它。德国它的河川技术会比台湾差吗？它不可能不会跑到野外去的。所以已经进来了，我在想开始要想说，要怎么去做亡羊补牢了。谢谢。其实台湾有一段时间停无进口。太牛太甲海水盐，讲伊用的鱼肉会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的土啦来看一下，假使要太甲海都太牛用车进口台湾时间，伊可能要用那条鱼肉的来看一下。好，太甲海上市以前可能用的药用绿霉素、土霉素啊、乙醇等等，其实仲看到的迄种福诺沙星跟恩诺沙星，两种迄靠近迄环境荷尔蒙嘅用药啦环境荷尔蒙对人嘅神经内统，甚至种嘅。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都会产生其他影响会使得你可能有那种内分泌系统的毛病，甚至有精神状况、过敏症状也会比较严重。还有看到是讲，好像是有那种马爱莫还是那种避孕药马爱莫还让我们抽脱让我痘痘乱哈，怕配对冲凉哈冲哈好买所以讲
按度的药的吼，所以古说台湾烧的话，真紧还有补助，迄个东西。头摆啊，俺就要做生意哦，是以动车去体力啦。啥事都体力很摸下，事都会强啊，是无？因为觉得真是头摆吼，用个药的呀，就无做味。大家有看到味鸡啊、死的鸡的鸡话，就好，一天环境都唔好，记得无用药的呢，一天冇办法熟到上数万个啦。所以做嘛可以学习嗰種，我就唔係講我學習就用藥嘅，所以其實我哋也到台灣咧，就推廣生態嘅養殖，就講到唔同地方學種同到水草，因為水草吼，佢做提供同到嘅庇護啦，嗰個淨化水質，如果唔係講水質吼，跟變化動態，而用藥嘅起來控制佢嘅偏，所以我就往年做嘛學到做1箱2箱按樣嘅階段，所以因為我就堅持冇用藥嘅。其實係落外來種嘅東西，咁講一天會造成生態影響，佢咁無較好嘅利益部分咪啦，所以看到係吳郭魚嘅養殖嚇對台灣有乜嘅影響？其實喺外來種啊，唔過吳郭魚最後變做台灣熱情創業嘅一個經濟嘅養殖東西嚇，嚟看到係到1946年嘅時間嚟引進那種嘅吳郭魚嚇，然後到1980年代時間，台灣所有嘅河壩啊中下游都已經有這個吳郭魚的嚇，以個屏東嘅東港海來看啊，吳郭魚佔37.1安多啦哈。然後台灣河壩都延伸嘅淡水魚種哦，受到他們非常強，所以講係生態剪刀手。不過佢也有好處哦，其實台灣橫行霸道按多年以後，總算台灣以前都給它加出來，到1993年嘅時間，吳郭魚變做台灣吳郭魚使得台灣變做全球第一大嘅吳郭魚出口國啦哈。到2000年時間係美國規模嘅冷凍嘅吳郭魚咧，喺台灣係最大嘅出口國。即講其實吳郭魚要都為喺台灣按多年以後吼，也為台灣帶來相當嘅產出啦哈。甚至也講做台灣調用嘅魚卵哈，以做膠原蛋白。其實也創造新嘅生活科技、新嘅農村嘅經濟嘛哈。再看到係復甦路吼，復甦路嘅部分呢，也係頭下講到嘅吼，也影響非常非常大。但是呢，再看到係佢哋還有生物科技嘅業者吼，打算攞以熟起來，用個卵底部嘅蝦紅素來萃取出來哈。該萃取福壽螺的這個卵裡面的蝦紅素，按算一年產出有121億安多哈。該蝦紅素最主要嘅呢，叫做抗氧化、抗自由基。幫助發嚟個可以防老化了哈，還係超級維他命 E， 可以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症狀等等啊。可以嚟，要復甦咯哈，都台灣造成按太影響哈，也造成透明嘅損失，差不多新台幣11億7千萬，該係民國75年嘅樣子，按太影響都經一年還1.3億來做嗰種嘅防治哈。但是它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未來的生物科技產業的新星哈？我想請教一下 Hugh 講。用本也可能兩項外來種，最後變做台灣的一種農業甚至生物科技轉型的一個新的利基點，你們來看咯。頭多我哋副組長也講到嚇，我哋嘅總幹事也講到，體育其實喺嗰度研究嘛嚇，佢對嘅河蟹啊嘅稻田養殖嘅做到相當多研究，不過佢最重要呢有5項防毒嘅工作嘅做啦嚇，佢咧睇咧咯防病啊。唔好有病哦，也不是會用藥嘅嘛哦。天嘢咯都講防害哦，佢對嘅我哋水利工廠啦，我哋河壩堤啊，有度安全設施哦，也應該話愛嚟防治啊。第三個都防逃啦，哦，因為佢會白嘛，哦，所以也用我哋要防治，也是最重要一點哦。防汛哦，因為台灣颱風多嘛，哦，常常會落太雨。哦，嗰隻人家落嘅喺亂嚟飄出去啊！如果上到太問題，有啲做埋嘅也報告地方又特別講講，為嘛嘅我哋啲中國態度嘅癌案啊，可以一出哦，佢蔓延到歐洲到美國，最主要呢個壓艙水嘛，譬如嘅亂啊，都隨住嘅水啊飄出來。你講嘢冇辦法杜氣啊，將來啊一定會有問題。嗰隻更加啊，睇大安溪啊、太陽海啊，也有發現到嘅大閘蟹。唔係講我哋而家哦，因為我哋從事講哦，而家大閘蟹有個經濟嘅作用，哦有經濟嘅價值啊，我哋識到來唔齊。喺最好有記者走出去啊，佢一生產去啊，佢個量都幾百萬嘅。
一种对生态环境一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啦吼。我想综合两位学者专家嘅看法是讲，其实防避嘅部分先嚟做好来，到底其实人爱来种哈，有可能变做讲疫情种来引发你生态经济嘅损失，甚至造成其他嗰种嘅水产嘅用出嘅欺骗嘛，想你系值得注意啦哈。但像看到咧经济利益部分冇做好防避嘅方向，应该系有挂一漏万嘅部分啦，所以值得大家嚟好好思考。唔该，你先去看下广告以后继续讨论，到底后嚟个太极蟹对台湾嘅原生嘅生态有乜影響？欢迎中央村民在 P A 节目现场啊！今日有听到苗栗县政府嘅讲演的说明啊，做嘛该苗栗县政府想要来有嗰种嘅内统嘅引进中华绒螯蟹，也是讲大闸蟹都苗栗县来用出了哈。当然，台湾其他地方也有淹施也有用出大闸蟹，但是并冇像苗栗县政府有内统嘅引进。不过，你先下来来谈一下啦哈。一般嘅农民其实对一种嘅想法系乜解咧？我全部生态养殖，草的啦、福树路啦、杨梅的啦、马祖叶，那会可能破坏，无破坏，如果我的水全部面对水库来水，我向无海的水了倒车，讲我续啊，有多少鱼本跟马个的本稻田去灌溉，也是有一种肥料的作用。因为我大全部用水库的水，没储地下水，对于提升下降这部分来讲，不单是某样药，还会涵养地下水。该是片面之词啊，他实地给二人了解一下其实事实上这个大闸蟹是不会造成的该生态该影响它是非常爱干净的东西。它假如说出去它好像的成活率也是不高，大部分都会死掉。台湾有个业者讲到，做出去要太体为死体，不过都欧洲的。跟着你来看，德国最后所有的淡水蟹都会吃光光哈，变成大闸蟹是唯一的淡水蟹了哈。所以讲到的是讲，两部分亲行是讲伊走出去用甲杀了哈。啊，想要请教一下邱立委，就是说，你头先讲的是讲，咱百年连仔也都冇捞中国嘛，而且甲来用出反射，该条乱一旦走出去的时间会。迄个生态嘅生态流控，两部分係應該來受理嘅哈。所以你因為講用百年多了，反正你還一天要做了件事情的嘛，所以講要把嘢防堵咯。睇陽澄湖大閘蟹啊，佢嗰個苗啊，喺長江口入來嘅。而家我哋所些苗啊，啲態度真強。我哋嘅苗栗縣政府應該相當於嘅企圖心啊，將來希望我哋全部出家生產。意思就講，佢將來啲嘅卵一出到將來苗全部都自家培養啦。而家最大問題講，一隻嘅毛蟹啦，佢可能都生出嚟啦，上百萬嘅那百萬個嘅卵按到嘅卵蟹你根本冇辦法，絕對冇辦法個100%嚟防堵嘛。冇蟹按呢情況，呢個冇辦法圍堵，有冇唔將來從頭到嘅介紹講。水啊，將來話去灌溉灌溉嘅農田你講嘅浪嚟出去嘅，全部樣控制啊。徐立偉，所以就學者啦，其實有學者嘅立場提出來，因為思考嘅方向，主要唔係針對苗栗縣嘅業者，因為全台灣佢都有人在想嘛，佢講假使講，佢咪真經有辦法來自家對從卵孵化都來是做起技術有辦法做到嘅時間，你就。問題係一天來考量多啦哈，但是我也提供，像你下養殖池都有防逃板，讓佢都爬出去哈，咁你都用完全做了防逃板很有完全的情況。好，我們請這個楊副座。是这样子哈，这个是属于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养殖设施哈。那防盗板就是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个是属于我们的防盗板，那上面这当然是有一个铁网子围着，当然是有一个把养殖池隔离出来哈，那也避免人家进入哈。这是我们目前的养殖的一个状况哈，就是防逃设施哈。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刚刚我也所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华龙螯蟹没有来台湾。那日本龙螯蟹在台湾这么多年了，它在河口产的卵也是100-200万粒。那一样的，它如果说台湾河川生态都河川的整个水质环境都改变了之后呢，日本龙螯蟹也一样会到我们稻田来。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日本龙河蟹跟中华龙河蟹两个是属于一样的一个毛蟹，只是不同的亚种，是就类似一个黑人一个白人吧，我们是这么认为，我资料是这样子写。但是还有基因混杂的隐忧在里面。对，这是一个问题。是，但是据我的了解是，长江水系的大闸蟹到台湾来的河川里面，不管是大甲溪、大安溪，甚至北部的新店溪这边也好，它长得不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从大陆大闸蟹引进蟹苗进来，在养百般呵护之下，给它吃好的、住好的、管理的水质环境相当好的情形之下，我刚刚总是有提到了不起3成。那如果今天螃蟹跑出去了，在自然环境里面，当然如果台湾的河川水质环境能够很好的话，那当然它有它的生存空间。但是这个好是什么情形之下？是台湾本身的日本龙河蟹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数量了，因为它已经富裕出来了。那中华龙河蟹才有它的环境的问题。所以林副，您不担心的前提是因为台湾的河川水质不够好，所以龙螯蟹就算跑出去的话，也存活不了。我认为是这么悲观的吗？我认为这3-5年。不大可能。这张是属于大陆大闸蟹的一个生产量的一个比对。在1993年，民国82年，1993年，他们才养了1.75吨左右的一个量。到了2011年，已经突破60万吨，还供不应求。因为可能随着它经济成长，或者是他们人民都有钱的这情形之下，它这是一个倍数的一个成长情形。所以它需求量是相当可怕的一个量。所以苗栗县政府的企图心不只是说台湾要从卵开始孵化，将来还要回销到中国大陆去。对，我们要反攻大陆。好，那12.5这个习近平说禁射令，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再继续吃这么昂贵的大闸蟹，这也是个问题哈。不过我想，这只螃蟹它会打洞，它就是会打洞，这是螃蟹的习性啊。我们再看到是英国泰晤士河这个大闸蟹打洞这个。打到这个河堤岸里去，深达数米之长啊！所以变成说，那个防逃板就一定防得了螃蟹爬出去，还是说它从下面打洞，从防逃板下面窜出去呢？杨老师你怎么看？我在想哈，刚刚IUCN 他那边也尝试过，过去也尝试过电网，电网都没有办法了，而且这个呢韧性太强了。这个坦白说，产卵量也太高了啦，对不对？那个产卵的数量都是几十万的了，所以坦白说，我没有像副处长这么乐观了，那台湾的水质环境也慢慢在变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外逃之后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灾难？我在想，大家这个不是只有8、9年了，因为以前都小规模在养嘛。都是池子里面养嘛，现在不是哦。现在你除了小池子养，而且是县政府带头在做的，而且目前是有政府的补助在做。这样的话呢，是速度相当快哦。所以你觉得其他县市零星的养殖，你过去是零星走私进来再养嘛？他说你看不到那个灾害嘛？这个的话，如果是外溢的话呢，我在想这个应该这20年了。还是说20年、30年应该就会看得出来了。现在说你如果是养毛蟹，毛蟹现在价格1台斤不会比那大闸蟹便宜耶。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到很多现场，或者是到高速公路那边在卖那个台湾的毛蟹的，那个都很贵啊。如果是同样是几两大小个体的话，绝对比大闸蟹还贵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台湾的优势。那台湾的时候，过去毛蟹没有受政府重视，因为台湾的蟹种太多了啦，海蟹，而且昂锦也可以养殖，我宁愿吃昂锦嘛，对不对？那个毛蟹又贵又没有什么肉，只吃那个膏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台湾过去是因为有选择，所以也难怪渔业署过去不重视这一块嘛。现在毛利重视了，可是呢，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就这个是政府带头在做造成生态的浩劫，是全民要纳税人的钱要出来做普灭动作的。唔过谈谈其他嘅种嘅苗栗县嘅县民对于佢哋嘅现状带头鼓励大家学太甲海嘅看法有乜解呢？而家目前都辅助咯，個嘅下降嘅太極夾嘅下降嘅，叫要剪毛嘅。以前是按那個一條毛呀，
都夹一摆都几条全部磨脱嘞，或个对安尼个农民啊，吼个伤害也大啦。啊，因为也外来种个大闸蟹啊，吼，目前啊，吼就望东多个人血，伊个性质迄嘛该还望一滴啦，后背落要变种用的吼，无人敢去保证啦。其实很多人讲的都很好听，可是真的未来的事没有人知道。像以前那个福寿螺来的，还是大家都这个可以带动台湾经济，怎样很好多好。可是到后来，你看一年要花掉多少钱去消灭这个？而且大闸蟹这个东西，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吃的是很珍贵，可是当有一天大家不要乱丢的时候，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如果说要大闸蟹、毛蟹还更好，而且是本土的。好，其他的苗栗县民可能佢看法老小个人无共样啦，可能佢哋无效，不过佢哋了解。下面一般人普遍的想法呢，想来吃的来讨论了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叶先生，台湾了两个也还没有理解民，其他意见你怎看呢？当然佢可能无当了解讲也大闸蟹加个规则的生活习性也对啦吼，所以讲当然有质疑迄合理的。问题就是讲，像大闸蟹，像邱议员讲的吼，要被糟蹋啦吼。我就一定无必糟蹋，因为一只吼买4、5磅样啦。我迄笔糟蹋一只啊，都了4、5磅吼。我讲真经的吼，太家都强要，熊猫个都强要，一天要做同好的防土，所以讲叫我做了大1米层，糟蹋，我就要薄吼，无超过1米啦，没有1米左右的。问题佢做嘛唔会大棚糟蹋呢？吼，因为也同佢生活习性有关哈。因为我哋都唔同地方熊咩，就提供好嘅环境俾佢。佢就唔會去亂打工嘅，嗰佢拉實，佢實咧東西拉，所以佢唔會講上去做出去我波呀的吼，經熱窮嘅上去潛活路啊，上去潛乜嘅東西來實啊。唔應該俾潛水。係，對，佢最主要佢實施那樣，因為我就依然有熱吼，很難熱嚟去我就去參觀一下，我就會唔同嘅形狀我哋全部都共有。喺講周嚟講，周嘅就講哦，當我打到一下就走體啦，當我走體嘅話吼，跟我就做唔是曉呀。咁我本來就有冇係好嘢咪啊，所以唔會有樣現象。所以你那邊適合學帶到好，本期帶到你睇樹上，唔會上去批潛色啦嚇。唔過台灣嘅林副講就是講，其實中華絨螯蟹咧，然後你哋台灣所謂嘅已經證明的台灣絨螯蟹，它其實是很親緣很近的亞種啊。來看下，到底外來嘅物種對生態嘅影響，對一般嘅原生環境生態影響係乜嘅呢？看到嘅係嚇，主要係有5項啦嚇。體種係自然競爭，像枇杷樹，現在學到水族館裡邊多誒。好，現在日月潭裡面幾乎都是枇杷樹了。日月潭原來的淡水魚種幾乎已經快被枇杷樹吃光了哈，它不吃垃圾，去到日月潭反而是吃台灣的這些淡水魚。再就是掠食，像美國鰲蝦，以及見蚵田的蚵哈，還有這個前一陣鬧的新聞就是故宮的荷花池啊，都被美國鰲蝦這個荷花都剪光光了哈，所以故宮去拿着苦茶粕去毒這個美國鰲蝦，就還引發軒然大波。再看到係梅海經濟作物像福壽螺，就它改出底，再來傳染疾病，像埃及斑紋傳染的是登革熱哈。再來看它基因混雜，所以台灣那個楊老師跟你講的基因混雜部分，像吳郭魚，吳郭魚呢，其實台灣嘅魚的碳水的親緣比較重，它會比較近，它會雜交，雜交之後這種台灣原菜以為那種物種的給它基因是會抹掉。啊，變成外來種嘅，這個問題它的嚴重性在哪裡呢？基因混雜嚴重性在哪裡呢？老師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嗎？嚴重性哈，就是會讓你原先的一個本來是台灣的一個純種，是如果不同亞種在一起，它雜交了，變成另外一個，兩個都很像，兩個又都不是的。所以這個的話呢，在討論生物多樣性的時候呢，大家都不願意樂見的。你台灣人嘅永高速公路，其實到2005年的時間，日本是有實施所謂嘅防止特定外來生物破壞生態體內嘅法律。像上高邱立委是講，因為台灣真嘅來亡羊補牢，然後呢件事情嚟做好來，參照日本的經驗或者是法條也好，然後呢種嘅長期嘅情理也好，那個引進也好，甚至做那種嘅那個立法而成做配套而成政策工具、法令的工具要先完備。其實嗱，你看台灣啊，嚇，用酒同嘅木瓜，常常可以啱啱冇辦法夾，冇辦法夾過啊，哦，因為啊一種都是改良種嘛，哦，改良種又常常會輸到一個偏脫氣啊，都全部滅絕，
无法解决。嗰种人参种嘅东西啊，像系芭蕉，佢都可以有坚强嘅一个抵抗力。所以我哋应该保护啊人参种，哦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哦也都应该我哋做事情。不过我哋讲今日嘅讨论啊，其实讲咗两件事情啊，我哋除咗两篇咧啊，讲嘅东西啊，其实两件事情啊，因为我哋用出嚟也防讲嘅哈，如果也大闸蟹唔会走出去啊，我哋而家是看得到一隻個一隻呢，而點解我哋兩個人講嘅看唔到嘅浪啊，上百萬嘅啦，哦，將來係問題重點題啊，嗰陣係看到嘅連副處長嘅拿出嘅防毒測試啊，我講一看故事啊，把水再去啊，我去到嘅林邊哦，嗰度嘅嘛嘅石斑魚啊，龍膽石斑走出去嘅，做嘛嘅？因為太水嘛。安泰龍膽石斑就走出去嘅。唔講我哋按你看唔到嘅上百萬嘅浪，用去控制，而家我哋是提出問題啦。那林副这边提出的问题显然是比较有隐忧了，也不是完全就指责你们县政府的这个措施。我是这样认为了哈，台湾跟中国大陆我看太近了，地理环境很近。是，你想说这几年来我们现在不辅导也好，台湾人民不养大闸蟹也好，大闸蟹就进不了台湾吗？每年进口，我了解哈，就民国92年、93年合法进口大概1000吨活蟹、成蟹1000吨进来，那非正式管道的大概3到5倍，就这个量是相当恐怖的一个量，就是等于说我们完全在台面下的或台面上的这么大一个量，从大陆合法进口到台湾供我们使用的一个大闸蟹，那是不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因为台湾跟大陆这么近，中华龙螯蟹说一句实在话，它早晚会到台湾来，不管它坐飞机也好，坐船也好，或者是经过其他管道进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在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农村经济发展这个区块取得平衡？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台湾所有的水产养殖业，前10大的水产养殖业几乎都是外来种，没有一个本地种，因为本地种不具经济价值，没有人会去养它。那本地种的相关的鱼可能就在高山或者水质清澈的小溪、小鱼之类的，不具经济价值。那对整个我们农村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可是也许它具有这个疾病病虫害防治这个，当这个外来种改良种面临到一种病虫害是完全无解都死光光的时候，也许本土种就是因为抗病性强它能够存活下来。这个可能对了，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因为还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各位观众可以到农村去看看，休耕农地太多了。整个休耕政策，我国推动10多年下来，几乎都是翻耕之后种绿肥植物，或者是让它野草丛生。那我现在我这边区块是希望说把农地活化，让农地能够再利用，所以希望把整个休耕田能够转养大闸蟹。为什么转大闸蟹？我们中央农委会那边是希望能够推种水稻啦，种其他可替代作物。那些农作物。我跟各位报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分农地啊，1年种水稻2期做可以赚多少钱？我了解的哈，12000块左右，1年。我强调的是对，扣掉成本，1年才12000块。请问1分地，那1甲地呢？都就12万嘛哈。请问一下，拥有1甲地的农民，大概都是产高的啦，因为台湾都是小农政策。那我的大闸蟹，苗栗的大闸蟹，我以去年我们内部的统计资料，我可以跟大家报告，1分地的大闸蟹，大概是种植水稻的10倍以上，10到15倍之间。那至于生态的部分，当然学者专家很多意见，我也是希望能够看看，在台湾水产养殖史上的部分，多叮咛我们，多提醒我们，而不要一直在阻挡我们。介像刚刚你叶总干事是讲，有少讲，要少讲吼，像台湾人嘅林副讲的，最近啊，你哈看到嘅经济力同社员，然后对农村来讲，也苦安救的，也穷安救的吼。佢所讲嘅经济力非常非常的社员，你 support 啊吼。但有可能会担心讲，汉摆动营销的时间，价格崩盘，好，都是这欲哭无泪，要少样的情况，我要讲没有关系，都是这是回销中国大陆 MIT 品质保证。外面冇办法去判断讲，几多年以后会变到泛滥到乜嘅状况。我話因為講有上書啊，後來唔係當過吼，加嗰個樣咧，因為唔係講特地去製作小大閘蟹，因為
休大闸蟹要有天然，你水年要有成就，过廿个田呢，要有廿个唔同，要有做得补水，冇乜流水啊的。好，所以啊，就佢行动到限制，唔係講特地田，叫佢休大闸蟹做個休，唔係講唔上個休就休個去啦。所以我講，因為講而家會休到講泛濫吼。生命內應該唔可以按樣個現象產生。問題也生命內樣個變化吼，其實也唔敢講啦，係睇樣。所以講也經驗咧，講我學到過剩以後，然後價格崩盤，其實去年就崩盤嘅啊。台獨進口嘅一隻200個元，市量一隻200個元，其實都會買嘅。今年可能還較便宜，其實咁變，也假使做出變下來。問題我哋喺度保持我哋家私，我哋一講完就唔會講，就講我哋要做到有品質，吼，一台灣本地生產咧，所以唔講我等到家私等品牌吼，還要當幾個時間啦，吼，係咁樣嘅現象啦。好，顯然業者相當的樂觀哦。那我想請一下這楊老師說，您怎麼樣來看業者的樂觀，跟您的引用？我自己的看法是說，目前的蟹苗本身還是掌握在中國的手中了。而且從今年開始，它又重新開放活蟹進來了啦，是不是有像苗栗縣政府講的這麼好？我們就要等着看了，等着瞧了。但是石斑大家看看，石斑是ECFA要簽的時候，是政府一再說啊，這個企業在對後，在對中國一定跟你買，一定跟你買。可是現在石斑已經碰到開始撞牆了啦，石斑已經進不去了。我想農政單位還有包括業署，請你要注意這個問題，沒有錯。你農業局局長在講休耕什麼之類，那是兩碼子事，那是跟這是完全是兩碼子事。你很積極的要推，可是呢，你有沒有問過？包括你牛蛙的野放，有沒有問過？有沒有問過生態保育？有沒有問過或一個學者的意見？所以我是覺得苗栗帶頭太積極了，在我看起來，在保育界罵聲不斷，我可以用這樣來講啊，謝謝。好，那最後一個問題就像剛才邱文彥邱律師講，頭下楊教授講咯，輔導越輔越倒啦，哈，伊用石斑來做例子啦，哈，是講你睇當然苗栗縣政府太力積極來主頭了件事情哈，但是你看到是講，你都一直講到的，萬一它溢出之後，好，萬一的無害亂災做出去以後，其實造成嘅生態環境的各種的負擔嘅影響，這些外部的成本都得馬上來承擔，讓合理嘅嚇。因為講可能啊，蟹道養殖要考慮啦。重點是講，現在嘅技術啊，睇養殖池係可以控制，喺每位啊啲睇落來一張係就看得到。你講我哋睇下蟹道養殖業啊，佢亂去跑出去啊，我哋真係冇辦法控制。現在我哋重點睇啊，嗰種我哋個兩方講嘅同時又冇共用啦，哦。所以而家講啊，當然我哋重新苗栗縣政府嘅熱心嚇，對於農民啊解決嘅經濟問題、收工嘅問題嚇。不過啦，解決問題之後呢，應該想講咧，係咪有一個生態環境嘅問題啊？將來我哋冇辦法嚟挽救佢啊！因為將來造成一個損失的嚇，喺全台灣呢，唔係苗栗的呢。哦，所以我哋希望啦，苗栗縣政府對蟹道共生對啊看事情啊，應該要審慎去再做評估啦。好，今日談睇兩篇無共用意見，你提到講，其實利勞弊將正反嘅兩面共用啦，哈，到底你係先看到利，好，先慢地來處理弊，一講先勞弊先豐富好來，你得到利讓係對全民有福祉嘅一隻利啊，所以你係值得大家來思考嘅。用版型做到提振農村嘅經濟，有辦法嚟創造新嘅農業嘅價值，韓國新嘅產出，係像你係新創業嘅唔好做到米啦，像復甦了種想嘅經濟呀，想嘅生態呀，想嘅人民嘅心咯嘅錢包啊，種個是稀疏嘅情況啦哈。像村民台灣呢，會持續帶人關心台灣嘅社會一個共享嘅議題，也請持續來收聽。以上今日是村民台灣，感謝您嘅收看，希望大家支持台灣。